大家好，有我馬可叔叔啊！今日睇真啲，我嚟帶你睇司徒拔道51號，一個好罕有嘅放盤單位，叫做白壁。咁而家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好有名嘅一個觀景台嚟。咁你見到大部分嘅遊客咧，會嚟呢度睇香港嘅城市夜景，或者睇全個維港景觀。咁其實咧，白壁嘅單位咧，佢嘅景觀仲靚過觀景台。白壁 YJ 係香港東半山司徒拔道51號一棟低密度豪宅，喺1974年落成，一共有12層高，共有24個單位，私密度高，係屬於典型山頂以外嘅老牌名下型豪宅。佢係一梯兩戶設計，細單位係1450尺，大單位係2377尺。而佢旁邊嘅 Opus 亦都係當年亞洲最貴嘅樓王。白壁係屬於山頂區嘅霧線以下，長年享有呢個無敵嘅圍海景觀。物業係好罕有放盤同埋成交，最近嘅一個5月份有一個單位成交咗1.31億，而今次我哋公司有一個大面積嘅單位獨家放售。嗱，其實喺山頂地段咧，尤其是喺司徒拔道或者係山頂道，佢都有個特點嘅，就係喺我右手邊呢邊嘅物業咧，佢係向上行嘅私人路，所以呢度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優點嚟嘅。因為喺另外一邊去到譬如Infinity 或者係山頂道20號嗰啲咧，都係一條私人路向下走嘅。咁有啲人就唔中意向下行噶嘛。咁如果你睇翻咧，向上行嘅山頂靚嘅物業，其實得翻幾個嘅啫。而今次放售呢個單位呢，我哋係冇拍到視頻嘅。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聯絡我預約參觀。